叶婷继续来看到米酒嘛，当变做抗细菌的酒精，因为中国武汉肺炎药用的酒精拢欠过。静宜大学一个副教授就把抗细菌的酒精、可氧化剂和红飘的米酒，用1:6:93的比例调做抗细菌的精油。伫咧厝内，大家就会当 DIY 家己做。药剂师讲，精油本地就有抗细菌的效果，上重要的就是大家较接洗手咧。精油是油。 没有办法溶解在水中，所以我们需要靠第二个成分叫可溶化剂。精油可氧化剂拿好嚼。好，这时候把红标米酒倒进来，搅拌到透明澄清，加上红飘的米酒，抗菌水性的精油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了。三种配方调做抗菌精油的喷雾。静宜大学化妆品科学系副教授研究简单的抗菌喷雾，伫咧厝就会当 DIY。这个抗菌的喷雾主要的成分是复方的精油、可氧化剂甲红飘的米酒，用1:6:93的比例来调，会当选用百里香尤加利抗菌的精油。不过必须是100%纯的精油，若是精油有加基础油就无适用。你可以把抗菌精油呢滴一滴在这个卫生纸，然后每天把它折在这个口罩的里面。那口罩的外面呢，你当然就是用喷雾把它喷3次。喷雾增加喙暗使用的时间，会当喷伫咧双手、家具，阁有囡仔佚佗面。不过因为有酒精，必须爱离火较远咧。我们不能否定精油也有抗菌的作用，我想是相辅相成的效果啦。因应现在75%酒精的刚好是短缺的情况。 所以才会提供这种方便民众去使用的方法。就算这个 DIY 的喷雾真正有抗菌的效果，不过民众也是爱加用散文，搁来洗手，才是上好的防疫之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